有冇發現一個好殘酷嘅事實？所有將家庭仔女放第一位，將自己放最後嘅人，大多都過得好窮。其實道理好簡單，你連自己都顧唔上，邊有精力去賺錢？大家諗下，如果你蓬頭垢面，心亂如麻，人哋見到都討厭，點會俾機會你賺錢呢？所以師父送大家一句話：心態不穩，錢財難聚。我哋廣東人世世代代都有初一十五拜神嘅習慣，備齊新鮮水果、糕點、清茶3樣供品，淨手之後點3支香，誠心默念屋企平安，事事順心，收支安穩，求個心安順遂。你以為你喺度拜神，其實你拜嘅係你自己。通過呢個簡單又鄭重嘅儀式，暫時放低所有柴米油鹽同工作煩惱，讓浮躁咗成半個月嘅心真正沉落嚟。呢個方法確實能令人靜心，但只靠初一十五呢2日效果太有限。其實呢種定心嘅儀式日日都要有，但根本唔使搞到咁大陣仗喎。所以今日師父同大家推薦一個簡單人人都可以日日堅持嘅方法，每日點一支師父呢款香。我將老祖宗靜心安神嘅生活智慧做成人人都方便堅持點嘅香。每日起身開窗通風之後，對住北方點一支，聞到呢縷清香嘅時候，就將所有掛住家庭、掛住仔女、掛住柴米油鹽嘅心全部收返嚟。呢1分鐘你唔使做任何人嘅靠山，你只需要做你自己。只有將心放返喺自己身上，你先會有清晰嘅思路，先會睇到平時睇唔到嘅賺錢機會。唔使複雜儀式，只需誠心默念，事事順心，心定事成。一縷清香慢慢散開，掃走屋企嘅沉悶，亦都掃走你心頭嘅煩躁，幫你穩住一日嘅好狀態。呢款香全部用天然香料古法製作，冇任何化學添加，煙量細唔搶人，香氣純正順口，聞住特別安神定氣。喺舒服乾淨嘅環境入面，你嘅心態自然平和穩定，帶住呢種心定嘅狀態做嘢，思路清晰，做事沉穩，自然更容易把握機會，賺得多，留得住。平時客廳、書房都可以點，舒緩情緒，優化居家氛圍。想舒緩居家沉悶，穩住自身心態嘅朋友，點擊視頻左下角連接就可以帶返屋企。每日一支招財香，日日掉心水，月月有盈餘。心定則人穩，人穩則事順。願你生活安穩，富足順心。